大氣候咧，呢個世界咧就有好多領導人咧，會令到我哋嘅成個世界嘅無論經濟啦、政治啦、乜嘢嘅氣候啦、環境啦，都會受到咧呢一啲大人物所影響。咁我就今日咧抽咗一個咧比較即係而家嚟計啦嚇，即係喺個風尖上嘅一個人物啊，就係美國呢一個總統叫特朗普。咁如果大家都留意過咧，佢其實咧佢個八字咧，咁啊當然網上面都有得揾到啦。咁啊出生時辰咧，我哋大家都係估嘅啫咁樣。咁有啲人咧就估巳，有啲人就估午啦。咁啊大概都係呢兩個時辰。不過因為巳同午嚟計咧，都係比較火土咧就比較重啲嘅。咁所以相對地咧，好多朋友都估佢咧係我哋講嘅專旺格啊。即係如果你知道佢成個八字咧，都係以火土為主。咁亦都師傅咧驗證過咧，佢真係咧可能喺佢人到年輕嘅時候，或者到佢中年嘅時候咧，曾經係真係有機會咧行過三上三落嘅運。咁大家都知道佢真係比較動盪啲。好啦，咁有啲朋友都會問師傅，咁你今次講嘅時候點解要講起佢咧？嗱，有同大家分享下喎。喺2026年、2027年有個好特別嘅一個名銜係嘛，即係一個名頭就係咩咧？就叫做赤馬紅羊。就係即係話佢嗰一年咧，赤馬就即係午年，羊就即係未年。咁但係赤馬紅羊點解我哋叫赤同紅咧？就因為佢天干咁啱都係丙丁火，咁即係一個係全火嘅丙午，一個係火土嘅丁未。而今年咁啱橫跨就係火木蛇嘅一年。咁蛇大家都知道佢屬火啦。咁木蛇嘅意思點解我哋好似話成日啲蛇走嚟爬嚟爬去，依住啲樹木嚟生？因為月係木，木火相生。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都知道，就係呢3年裏邊咧，如果中意木火嘅朋友咧，相對地都係會旺啲嘅個命格。咁點解師傅又抽咗我哋美國總統先生出嚟去討論咧？咁樣係因為佢個八字裏邊咧，原來好中意火，好需要土嘅。咁如果赤馬紅羊呢幾年嘅話咧，仲有機會俾佢去威一威，即係話25、26、27。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，而家都係佢都好威啦，係咪啊？因為佢對全球挑起一個我哋講嘅關稅，跟住就再加埋一個貿易嘅戰略。究竟鹿死誰手呢？有時我哋都仲要計一計。不過嚟緊咁啱，因為係庚辰月，跟住呢仲有就係辛巳，係咪？咁我哋跟住就相對地呢，巳午都係比較火強啲嘅。不過好彩就係因為佢天干尚算唔係話配合得太好。咁相對嚟計咧，都會比較好少少。尤其是下個月去到巳月嘅時候，就係犯太歲嘅月份。之前我都拍過有提過大家犯太歲要特別小心。咁有啲朋友都會問師傅點解要小心咧？除咗佢伏吟之外，因為佢天干同時會有相沖，即係我哋講嘅相克嘅問題。因為大家都知道月申係相沖啊嘛，咁所以月申相沖，而巳同巳咧就係伏吟。咁所以喺相沖加伏吟嘅情況之下咧，下個月將會更動盪不安啲嘅。所以如果有好多朋友咧，譬如真係要做啲小投資啊、投機啊，或者買樓咧，不妨留翻到下個月，等到佢有機會大上大落嘅時候，趁大落去買入，相對地係會好嘅。師傅睇緊咗啲金價㗎啦，而家都升到即係3100係嘛，即係嘅美金1兩咁樣。我希望佢梗係跌得翻啦。咁如果真係因為某一啲原因佢跌得翻嘅話，都係時候要入下貨㗎啦，大家。咁所以自己咧就要睇下緊唔緊張到呢樣嘢。咁所以頭先師傅又回應翻點解會東升西落啦，就係25、26、27佢仲有運勢要行，但係去到28、29就係我哋講嘅戊申己酉，相對地咧就金水就開始旺啦。以佢個八字唔中意金水嘅情況嚟睇咧，佢慢慢就走入下坡，甚至乎應該差唔多就係換屆嘅時候啦。咁可能換屆嘅話，下一屆上台嘅人咧，可能就會疏忽好多嘅，即係比較軟啲嘅，冇咁硬淨，冇咁硬朗嘅。所以有機會咧，時局咧係不斷咁去變化，大家咧都不妨拭目以待。